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A&D Channel。近年馬會積極令到賽馬年輕化，跑馬地馬場逢星期三夜晚 Happy Wednesday 亦都成為唔少年輕人嘅蒲點。我自己雖然就冇睇開馬，但因為朋友介紹，前排就多咗入馬場食飯。原來馬場嘅餐廳呢係會開放俾公眾人士，任何人都可以預先喺馬會嘅網站預約，支付每一位所需嘅 min charge， 唔使識人或者做會員先可以入去食飯嘅。我自己就覺得最正呢係網上預約嗰陣時，仲可以睇埋個座位表，揀咗你自己想坐嘅位，咁就所有嘢都喺自己嘅預算之中啦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呢我自己自費去過嘅3間跑馬地馬場主題餐廳，由飲 cocktail 到食半自助餐，真係滿足晒唔同人嘅口味。留意返每一間餐廳呢都有唔同嘅入口，要視乎餐廳嘅位置，有啲呢係唔需要經公眾入口嘅。我一陣介紹餐廳嗰時呢會再詳細講佢哋嘅入口位置。而片尾呢，我亦都會教大家點樣由銅鑼灣嘅港鐵站行去馬場，有需要嘅朋友呢就可以參考返。跟住呢，進入今日嘅主題，第一間介紹嘅係食 semi buffet 嘅月貝飯。呢一間餐廳呢就經公眾入口入，然後呢就再搭 lift， 每位係475蚊起。預約嗰陣時，如果你2位呢，就要 full pay 950蚊啦。餐廳嘅面積呢都幾大，分2層。如果你想近距離睇馬，你就要坐下層。但係攞食物嘅時候呢，翻埋位就遠少少，而且呢仲有幾級樓梯仔。湯啦、沙律區同埋甜品區呢都係任食。至於主菜呢，就每人一份，自己呢喺 menu 度揀。但係選擇呢唔多，5個揀1個，而且呢大部分都仲要加錢，唔使加錢呢就得2款。食物嘅質素呢普普通通，不過不失啦。第二間介紹係 The Beats， 經入口 C 搭 lift 到2樓直入。其中呢招牌嘅 cocktail 呢係以冠軍嘅馬匹命名。現場呢仲有樂隊表演助興，入面燈光就比較暗。我當日呢就揀咗係坐室外嘅，睇馬就一流，好有氣氛。但係天氣如果太凍或者太熱嘅時候呢，我都唔建議坐室外。每位呢預約嘅時候要俾 deposit 400，埋單呢總數就會扣返呢400，然後再加1。咁自己要用 QR code 落單。當日我就點咗脆炸三黃雞、迷你漢堡、芝士熱狗，味道呢都唔錯。比較特別呢係杯 cocktail 同埋個雪糕3重奏，啱晒拍片同埋打卡㗎。最後一間介紹呢係2024年9月先開嘅 Vantage。呢一間呢同 The Beats 呢其實都好類似。首先呢一樣都係經入口 C 搭 lift，The Beats 就係2樓，Vantage 就係3樓。食物方面呢同 The Beats 都好似，一樣呢有脆炸三黃雞嗰啲送酒嘅小食前菜啦，同埋金鑽貴人、美麗傳承嗰啲 cocktail。
但係食物嘅款式，尤其係海鮮同埋肉類呢，就會比特別多好多，價錢亦都較貴，每位呢最少係要700蚊，同樣都係自己用 QR code 落單，要加1嘅。呢一度嘅燈光呢，就比特別仲要暗啊，不過呢，食客好多都係一班人嘅 gathering，比較後生，而且呢比較嘈，兩人台呢亦都好少。如果你要睇180度嘅馬場全景呢，就可以走出露台。中場嘅時間呢，仲有 DJ 播歌。食物方面呢，點咗鮑魚、鱈魚柳、Caesar salad 同埋炒麵。比較特別就係個甜品拼盤，師傅呢會推架車仔去到你隔離，好似畫畫咁樣寫埋你個名，然後就俾你自己敲碎嗰個朱古力波，咁都好啱慶祝生日或者紀念日，充滿儀式感。最後呢，就教大家點樣由銅鑼灣嘅港鐵站行到去馬場，咁大概需要15分鐘到。首先呢，就要喺銅鑼灣嘅時代廣場 A 出口嗰度出閘，咁上到去地面嘅時候呢，就要轉左，然之後沿住呢個麥地臣街呢，呢一條巷仔直去，即係 P 字嗰個標誌下邊，行到尾之後呢，就要過呢個木球會。過馬路行去呢個木球會，轉右啦，過咗馬路，沿住呢木球會一直行，之後呢，就入隧道。再轉右，直行。咁好快呢，就差唔多已經到達目的地啦。向前行啦，一直之後呢，你就會見到有個公廁喺你嘅左手邊。過咗公廁之後呢，繼續向前行。過一條小馬路，咁然之後呢一度呢，就已經到咗唔同嘅入口啦。好啦，最後就到公眾入口。今日我嘅分享就去到呢一度。如果大家鍾意呢一條片嘅，記得留言、like同埋 subscribe 我 channel，咁我哋下條片再見。